他们控制了一群以说谎、造谣为专业者，他们控制着一群借着帮同作恶以自肥的人，他们控制着借着唱万岁而飞黄腾达的聪明人，他们制造了成千上万当面喊拥护、叫口号的政治演员，他们控制着台湾1000万人的身体。这内底所讲的哦，跟咱即马所面对的状况根本拢同款。像殷海光、雷震这外省人哦，我真正是足佩服的。因的过去啊，真正无简单啊，因的压力哦一定是大的啦。对啊，像咱高雄迄个过大炮嘛是。文庆，你学演讲做成呢，你搁学一个好无？哎呦，给，坐回来，咱这段哦，已经讲了超过100摆。好，做一个台湾人，是安怎袂使家己管理家己？是安怎袂当做家己的主人？人这有啥路用？过着这种独裁统治的日子，有啥路用？国家就是要保护人民，人民就是要有自由、民主、人权，国家的存在才有意义啊！咱现场已经超过7万人哦！大破车甲嘴咯！真的。